超強颱風銀杏今晚午夜前後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，天文台會喺聽日中午12點到下晝3點之間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今日係24節氣嘅立冬，朝早同埋入夜之後亦都較為清涼。喺中環風勢有時幾大，各區最低氣溫跌至19至20度左右，濕度亦都降至50%以下。但週末可能會變壞。天文台預料，超強颱風銀杏今晚午夜前後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，並且採取偏西方向移動，橫過南海北部。聽日中午12點至下晝3點之間會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銀杏啦，同埋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之下，週末期間廣東沿岸有幾陣驟雨，另外及高地風勢頗大，同埋可有湧浪。至於係咪需要發出更高嘅信號，天文台就話，由於銀杏環流較細，要視乎銀杏同珠江口嘅距離、佢嘅強度變化同埋本地嘅風力變化。天文台又預測星期五朝早稍涼，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0度，新界再低2至3度，日間非常之乾燥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。